冇錯。情況更加即刻攞咁多，快速降溫，一百億套機逃避到怕了衝突，越避越悶來自困。佢要化身變曱甴，再吃變狗，也會當佢將垃圾帶走。我非逃離不太到，佢萬物插入完全一腦。我知你這結棍，你要靠這結棍，你卻要每日不下。情況更加即刻攞很多快速降溫，一方面對擊仇恨很猛，寧願變咁低縮整，亦愛讓你服變態。何時你忍心一忍再冷？好宅搞笑衰就又現場等等，然後面對嘅緊張，若送上讓情被斬。天空的顏色變化出默默動人的美，陽光中變大雨北風刮起，來負心頭咪你到走得就快要死，色心情一淡淡淡，土氣冇上變幻，永遠看下。我設計這句拍，我見我這句拍，怕我控制一啖，情況緊張，即刻攞個波快速降溫，一波絕對擊動及仇恨很猛，寧願變咁大縮整，亦愛有一個變態。何時你忍心一狠再冷，要退我吧？好宅搞笑衰就又如常等等，然後面對佢謹慎，若送上讓情地讚。嬲啦臭啦爆啦弊，係咪又嬲啦臭啦爆啦弊？係咪又嬲啦臭啦爆啦弊？係咪又嬲啦臭啦爆啦弊？係咪又 Let's go！團體入邊唯一一個真係中意音樂嘅人，我係好慶幸同佢整呢隻歌嘅。係咁啊，我又係要俾高帽奕翔帶下啦。係點樣一個二話不説就抌晒所有錢出嚟做藝術嘅人啦。係咁大家都知點解我哋首歌咁遲先出，因為我哋有動畫。今日我哋嘅動畫師團隊都喺度嘅，但我唔知佢哋喺邊度啦。咁啊喺後邊大家望喺後邊，見到舉手嗰班就係今次首歌嘅動畫團隊啦。唔係，大家望住佢哋先，咁同佢講話3月5號記得交貨啊！嚟1、2、3， 3月5號就係要玩呢群眾啊！多謝奕翔啦。係。咁我哋唔係，我想要立個 flag 嘅。係點樣咧？咁既然我邀請咗你嚟我演唱會做 guest， 跟住咧，我哋係時候要做翻個講咗好耐都未做嘅嘢。哦，音樂擂台現場版。做唔做？做啊！買唔買飛？買！2000蚊一張買唔買？買！即刻冇
冇得半個個聲。唔緊要啊，因為我哋會揀啲好細嘅啲場啊。係，哦，即係爭到爆嗰啲。OK，等陣5000蚊買唔買？買。4000蚊買唔買？點解5000蚊多過4000蚊嘅？點解？唔知啊。咁唔緊要啦，總之我哋今年落嚟點都做一壇。係應該會喺歌謠祭前啊。哇！你又爆？OK， 好忙喎，聽到我哋嚇係咩？OK，咁啊，咁講咗就係㗎咯喎。係啊，講咗就係㗎。咁你多謝奕翔先啦。OK，thank you。